进来！啊！3、2、1、2、3，快点！大人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快！哎呦，林大人，让开！林大人，您请看。啊，大人，您请看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林大人，这是我搞的件稀世珍品巨燕。哦。这是我的大呀！哎呀，这是稀珍太大，就是看。陆大人，这可是一件稀世珍宝啊！这些银两是从哪儿来的？谁说他马上会蠢的？我肯定。这么大的眼石啊，世上少见呐，这个值点银两。哎，私人的说的好听，还不都是老百姓头上割下来的？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呆！皇上要来了，这些衙门的大小官员还不趁机大捞特捞一把？哦，看，那就是巨燕。大人，这是下官买来送给您的。哦，这么大的家伙，你让我怎么背回京城啊？多顾些劳役，也就运回去了。不信您试试，我寻到的这件珍宝，绝不比印度的绿宝石差。哎，保准啊，让满朝文武惊讶，皇上保准喜欢。哎，真不知道此燕是从哪儿运来的呢？啊，从江西运过来的。哎，走了3个月，对，死了3个人。对。大人，过来跪下。哎呦，大人请看，哈气成水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盛水不干。3个人，还有10头牛呢！是啊，物价走了3个月，是老百姓的耕牛。是啊。哎，哦，你看，汉式珍品，龙鳞燕。当年唐明皇称此燕为龙鳞玉燕，此燕来自广东西夏盐的泉口，其色如龙鳞，扣之如泉水叮咚，色不溜笔，华不巨目。这种巨燕已经失传100年了，这麻三贵怎么能够弄到手呢？不知花费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呢？这是他送给钦差大人的见面礼儿。大人，您再看看这龙头，雕刻逼真，盘卧燕边呐。您呢，再看看这龙须子啊，多真呐！咱们到那边走。好。哎，咱们吃不饱，他们买巨燕，这可太不公平了。哎呀，多少人3个月了，像话吗？哎呦，死了3个人，真是。我的天！为了这剧院，这还死了人了，得热病。我们从江西来，走了3个月，还死了3个人呐，好几万两银子。是啊，这和当年给宋徽宗运花岗石，哼，有什么两样呢？是苦得很呐，一路上没吃没喝的呀。听说这路不好走啊！嘿，这刮风下雨呀！大人，这巨燕呐，还有好多优点呐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它是个稀世珍宝啊！林大人，下官能从江西运来扬州，就不能从扬州运到京城吗？您就放100个心吧。哎，快来看呐！有人在衙门墙上贴龙了！咱们也看看。关大人，那边出什么事了？来，大家静一
静一静啊，静一静，来看啊，看，给咱们大伙念念呢，来扶我，哎呦，来，快看看，快去看，这100字呢。哎，这是板桥的字，仨俩的字儿的。卢大人啊，这墙上贴的是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是刚贴的，我们先看一看。哎，这哪位先生认字，给咱们大伙儿念念呢？啊，我来。谁认识字啊？我来。哎，来，这位先生给咱们念念。哎，让一下。燕石院。燕石院。宋徽宗独宠花石纲，乱了朝纲，啊，天下笑柄，父子成了人家孙子帝王。花无知，石无情，一朝触了天怒。花亦有情，石亦断肠，人人君子焉能有望？观想不及私会物，辅度如蚁凿低窟。都道搜赃立科郎，笑声几多哭，笙歌云外飞唱。一片灿烂辉煌，巨焰显，金龟玉笋无颜色。当心，花石好入房，门开合不上。认识铁壁铜墙，中隐萧黄。说得好，说太好了！哎，咱们大伙儿那位先生再给咱们念一遍，好不好？再念一遍。大胆！竟敢在衙门口张贴反词！来人呐！赶快把他给我撕下来！让撕掉！你看，给老百姓说话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派人包围现场！所有在场的人，一个人都不准跑掉！这。陆大人，你看这事儿。令大人，区区一张词文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哼！卢大人，你身为知府，岂能口出这种言语？你难道看不出来这词的反义吗？他可是句句辱骂当今朝廷，字字毁我江山社稷。快，马上包围现场，全都给我抓起来！快，都给我拿下！快拿下！反了！扬州的逆贼，扬州的刁民，我要把他们全都杀了！林大人，请您息怒。微臣以为此事尚需详查，一旦水落石出，再做决定也不迟啊。陆大人，你说呢？李大人说的极是。林大人，先别发火，火旺伤肝，何苦呢？哦，你看着乐呵是不是啊？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。我实实在在是为大人的身体着想，老天可以作证。好了好了，事情已经出来了，卢大人，你有何打算呢？微臣还是蒙在鼓里。待我理出个头绪来，破这个案子还是有办法的。是啊。那好啊，我等着。马大人，小的听候吩咐。
戏曲歌舞安排好了吗？一切都安排停当，就等大人莅临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种时候我还能看戏吗？哦，林大人，为了这个戏，马通判可是准备多日了。依我之见，林大人还是去看戏消消火。这案子嘛，有我呢。哎，陆大人说的对呀，这么多的名角儿，天天盼，天天等，林大人给个面子，今天就连钟小梅也要登台献艺呀。啊，扬州名角儿也好，我要先去看看。门口这案子就交给卢大人您了。是。林大人，请等一下。何事？说吧。有那张词文做证据，就足可以破案了。这门外的百姓，是不是可以先放他们回去？不行，这些都是人证，不能放。案子一天不破，他们就在这儿给我待一天。